后来乡亲啊，这位真出名的医师叫做杨先宏，有8年中医世家的背景，结果和诈骗集团偷用来诈骗。诈团伫咧网络顶扛广告，诱拐着被害人来甲因买药啊。有一个70岁有糖尿病的先生丢掉，开20万甲因购买，结果食甲寒水断院。等想要讨公道的时阵，打电话已经找无人了。我是你们的老朋友陈志明医师。73岁的陈先生因为糖尿病、肾病变进入尿毒症。请医生撒拍影片宣导资讯，专业的形象互民众有信心。真歹看得出这是 AI， 网络诈骗是满是，继续医生的手法是800款，这个是以互人冒充。我们会教导现代医学以及传统医学2方面的知识。中医师杨显宏，唔那是名医，阁是大学教授，即嘛是中医内科的主任，有中西医执照以外，阁是出身8年的中医世家。伊的阿祖杨秋兰，就是日本时代3大出名的中医之一。惊人的背景，所互诈骗集团当作是看榜。阿爸来设计干那底不明的液体，一盒竟然就要5万块。阿爸底无够高用管那底，诈骗集团就是假装杨医师，宣称有特效的药法，会当改善糖尿病甲骹手寒水。一个大约70岁单身阿公做世界买药啊，开大约20万，想要到4个月了后，寒水恶化个大病院，打电话问问早就无通，才知影哄诈骗啊。这几个月发现诈骗集团锁定这些各医疗类科的专业医师他们的形象来宣称说他们有发现一些新的用药，那病患呢因为长期受到病症所苦所以看到这种就会心动来跟他们做接洽。面前出现的广告，那是偷用人的影片，佮假做名医的身份，一直咧推销诈贼。杨显宏医师发觉红冒充，就随诈盗到警局备案，就惊民众哄骗，财产哄骗了，佮危害到健康。Hello， 我是雷亚，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